因为接下来呢，就是人们界有寺庙的事情呢要处理，所以我们今天就线上1个半小时。那今天呢，在开始之前呢，我们也是先观修皈依和发心。那在观修皈依的时候呢，请观想我们的对面虚空有导师释迦世尊，那世尊的两旁有持师还有文殊等8大水佛子围绕。那在他们的下方呢，就观想我们最主要的修行教授就是智他幻。那智他幻呢是出自于吉天菩萨的入行论，所以我们就观想吉天菩萨。吉天菩萨的四周呢有龙树还有无着等26双眼，或是17大梵智达等印度的传承祖师围绕。那在他们的下方呢，就观想有宗喀巴大师。那宗喀巴大师的四周呢，是一切藏传、汉传的传承祖师围绕。那在他们的下方呢，就观想有尊者，然后旁边呢是我们的根本上师围绕。那在Recording in progress。然后呢，我们观想他们都是真正的佛。那他们能够成佛的原因呢，也就是因为他们修学了成佛的方便，也就是灭地和道地。所以我们知道正皈依呢，就是法宝、灭地和道地。那心绪之中呢，具备灭地和道地功德的不特伽罗，无论是声闻圣者、圆觉圣者，或是大乘圣者呢，那都是我们的助伴。在了解了三宝之后呢，我们就自诚的对三宝做皈依。那我们皈依最主要的目的呢，不是只为了自己今生以及来世的安乐，也不是仅仅希求个人的解脱。我们皈依最主要呢，是为了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佛果位，然后为此而皈依。
他的那sem解送了。那观修完皈依之后呢，我们就观修发心，发心也就升起唯利有情愿成佛的心。那最主要是要去思维为什么要升起发心，那可以从起因果及自他换的角度来做思维。从起因果的角度呢，我们就视为一切有情在过去世呢，都曾经当过我们的母亲。那在当我母亲的时候呢，也就如同今生母亲一样，爱护呵护着我们，所以由此而升起，要将一切有情呢安置于最殊胜的果位，也就是佛地。但是呢，我并不具备这样子的能力，唯有佛呢才具备这样子的能力，所以由此而升起唯利有情愿成佛的发心。那第二个呢，就是从自他换的角度来做思维。那在思维自他换之前呢，我们先思维自他平等。自他平等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我是希求离苦得乐的，如同我希求离苦得乐一般，一切有情呢也是希求离苦得乐。而且我们知道，除了我们都是希求离苦得乐这一点是相同的之外呢，我们所有的苦乐呢，也是关带着其他的有情。所以呢，为了使自己以及他有情呢，就能够获得最殊胜的安乐，所以同样呢，也是升起要将一切有情安置于佛地的心。但是呢，我也不具备这样子的能力，唯有佛呢才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由此而升起唯利有情愿成佛的发心。那升起了发心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是立下誓言，愿我从今天开始呢，乃至下一堂课之间，或者是未成佛之间呢，那都尽我的能力呢，去利益一切的有情。那假使没有办法利益一切的有情呢，那也尽我的能力呢，不去伤害任何一个有情。
좀 칠카바 치면도.那接下来呢，我们至诚的对至尊度母说祈请，那祈请度母的加持，用回切有情呢都能够远离病苦。那特别呢是现在能够远离以新冠肺炎为首的疾病呢，那无论说是已受苦、正受苦或是将受苦的有情，那愿他们呢都能够早日脱离病苦。那同样为他们付出的这些一线的医护人员呢，也祈愿他们能够早日脱离痛苦。由此，我们来支撑的念诵度母行咒。可怜主大人们，都到人救度一度达拉摩巴那度瑞救脱诸疾病，救度佛母我敬礼。Om Dare Do Dare Dore Zo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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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re Do Dare Dore Zo Amandare dudare dure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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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ndare dudare dure so. Omandare dudare dure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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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andare dudare dure so. Mondare dudare dure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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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dare dudare dure so. Amandare dudare dure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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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ndare dudare dure so. Amandare dudare dure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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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ndare dudare dure so. Amandare dudare dure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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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ndare dudare dure so. Amandare dudare dure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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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ndare dudare dure so. Amandare dudare dure so, amandare dudare dure so,
Omodare dudare dore so, modare dudare dore so, Omodare dudare dore so, modare dudare dore so, Omodare dudare dore so, modare dudare dore so, Omodare dudare dore so, modare dudare dore so, Omodare dudare dore so, modare dudare dore so, Amondare dudare dore so, mond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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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dare dore so, Amondare dudare dore so, amondare dudare dore so. Gewo di nyudo no 愿 pama 于 no 此 ma 上 me 我速成，成就 lo 所 ji 有 gyam 功 ma 德， le ba 利益 ti 分 sa 子 la ge ba ra 悉 e 皆 yo. 安置于彼地。Hala, da de me le sunde so. 那接下来呢，我们至诚的对药师琉璃光如来做祈请。那祈请药师佛的加持，愿我和一切有情呢都能够远离以新冠肺炎为首的疾病呢，无论是以受苦、正受苦、将受苦的有情呢，都能够早日脱离病苦。那他们为这些病者呢付出的这些医护人员呢，也祈愿他们能够早日脱离痛苦。那同样呢，也祈愿药师佛的加持，愿说疾病的疫苗呢能够早日开发完成，使一切有情呢都不用再受疾病所苦。由此我们来念诵药师行咒。不觉滚落人被中的千大子们悲本对观一本切跟有着都情的犯，见闻读其书人能年处理是所恶趣以苦，没也消灭三毒疾病，要成了佛。琉小璃光王如来，我敬礼。Deodom, Begonze, Begonze, Mon, Begonze, Begonze, Ranzo, Samon, Gadizo, Deodom, Begonze, Mon, Begonze, Begonze, Ranzo, Samon, Gadizo, Deodom, Begonze, Begonze, 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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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gonze, Begonze, Ranzo, Samon, Gadizo, Deodom, Begonze, Begonze, 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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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gonze,
让这三摩国的所好的东北港的北港的南北港的，让这三摩国的所好的东北港的南北港的北港的，让这三摩国的所好的东北港的北南北港的北港的，让这三摩国的所好的东北港的。南北港的北港的，让这三摩国的所好的东北港的北，南北港的北港的，让这三摩国的耶稣，给我的念多的门北夜此上梦我速成，着，圣我洁今遥望，要马律吧，地地上众生了个欲无，国人，悉皆安置于彼地。那时候建立这个兄弟比送了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至诚的对大悲观音做祈请，那祈请大悲观音的加持，愿我和一切有情呢都能够离苦得乐，也祈请大悲观音的加持，愿我和一切有情呢心绪之中悲心的种子能够不断的增长，最后成为大悲的体性，以此大悲为根本而升起大乘的发心，升起大乘发心之后呢，那渐次的在大乘的五道十地呢不断的功德不断的增长，最后能够成就佛陀的果位。由此，我们来念诵六字大明咒。加东古伦居给佛东，千千东眼化千给佛转上轮本王，千手化千上老行结感佛，觉水音得了调得伏信得，雨相，人观把今音君日者最老我就定在。Om mani padme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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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padme hum, Money beme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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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ey o money b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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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money Omani beme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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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omani be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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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ani omani be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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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ani Omani beme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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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omani b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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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ani Omani b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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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ani Omani b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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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ani Omani beme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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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Omani beme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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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Omani beme Gyawandi nyudoda Chere se 此上我速成，圣我即救将马观音实列巴，在于地遍地萨众拉生必无古悉皆安置于彼心地。间涅巴吉涅巴，尼愿多涅诸故列达有情，
是佛讲地苦，意愿成全一己，毕竟永不生。乃至有虚空，以及通称处，愿无诸世界，亦复众生苦。归圣世，归佛，归法，归僧，归圣世，归佛，归法，归僧，归圣世，归佛，归法，归僧。哎，看这里说，你的诵来什么呢？诵来什么？诸佛正法行深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不移。我以所学说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行深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不移。我以所学说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不移。我以所学说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真。哦呀去，那我们旁边的话打开。我呀，那的确。那现在我的就是我这东西，我这给我老师这么重视，到那个去。哦呀。哦呀，去他的去，当然是得过主要去。嗯。哦呀。哦呀去，他的呢？当然，罗清不恰子，罗清不恰子的，大国大大那个很对面都是。人们去看说他的年纪已经变大了，所以眼睛没有办法刚刚好戴在鼻子上面。开玩笑哦。哎呀，他真的，真的，记得我6000个连队起来的，我搞不远。人们先说他平常呢，他比较喜欢承认自己是老人。对，我很喜欢老人的动作，对，所以就我走路的也好，那然后呢吃饭的也好，那就我也走路就也那个叫老人的，又慢慢走，慢慢走，很快不行，我不喜欢。哦对，开玩笑啊，对，哎呀，你，我一边我想到的话，我马上就讲你啊。有一些人，他们问我啊，你为什么我们老僧人嘛，老僧人的动作，你这样子做，为什么你这样子？我也很喜欢，我也很那个我回答，我很喜欢，但可是俺做公路这部拉跟公路这部，等着多等这个车当着却七个都是来不了的，现在俺等这里等这七个穷了，给我上不来，说那么全部人话是来不了。
人们切就是说呢，就是有一些人会问人们切说，诶为什么人们切你看起来你的动作呢都很像老法师，你的行为呢有些行为呢看起来都像是老法师的这些行为。那人们切就说呢，他其实还蛮喜欢就是别人说他是老法师，还有老法师的这些动作跟行为，因为他觉得说呢，能够被称为是老法师呢，这样就表示说自己呢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福报很大的人才能够被称为是老法师。这个我们的机会吧，机会很好的机会。大体的，对的，他卡上安住一般的其他一般的带了烟呢，卡起其他毛牛吧其他毛鱼的其他毛的说，他的其他毛也话的了哇，他其他毛啊是的了，他也话伊呢，看能做了也话伊呢。아니 같이 치자마와 뉴베 치자마와 유기 치자마와 세네 아니 대세 숨 책이요레스 那上一堂课呢，我们是讲到就是第2页这个地方，然后从分类开始。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分类呢，若予以区分有3，就是毗婆沙宗呢，它如果来分类的话呢，就是可以分为迦湿弥罗毗婆沙宗，然后日下毗婆沙宗，还有中原毗婆沙宗的这3者。다되네 다되네 다치당 제자마웨기 대바텔라 아니 가리요레슬라나 제자마웨기 대바시 세니 숭구요레 자웨기 제자마웨기 대바 남규 용달라 제자마웨 대바 좁게 세니 남규 용다 숭구요레 남규 제자마웨기 대바 좁게 용달라 숭야디 마 조디 자웨기 대바 가즈요레스나 자웨기 대바디 시요 자웨 제자마웨기 대바 실파 카체니 아니 제자마웨 대바텔라 아니 대바 좁게 세니 마 이와 책이요那一般呢，就是我们会将就是毗婆沙宗呢，就是分为18个部派。但是呢，在分这18个部派之前呢，最主要呢是先有这个4个根本的支派，4个根本的宗义的派别之后呢，然后在这4个根本宗义里面呢，然后再分为18个部派。다 들리네. 대인도 다 자외 대바 시디파 라브 슈바이나 자외 대바 때라 아니 외송 첨부니 규바 때라 다좀바 외송 첨부니 규바 때라 규베기 대바 때라 아니 패진 대바 쓴 수고요. 다 당분이라 자외 대바 시디파 최고로와. 那我们先来说这4根本的这个宗义。那4根本的一切有部这4个根本的部派呢，那第一个呢就是由大迦摄尊者所传的呢。那大迦摄尊者所传的这个部派呢，叫做大众部。다 되네. 자외 다 대제자 아니 다좀바 외송 첨부니 규베 대 치다마위기 대바 때라 아니 패진 대바스 다 패진 대바 때라야 아니 마체 윤두 다 가상이 년달 지표임바 어디 생아 샤르다 눕다 강리당스 아니 지된 대바 마와다 따바마웨 대바남 나체 둔두 패진바 서드 러변 도와라기 대바 타델라브 콜로낭로라 송여래 다 제자 디 낭로라 샤르당스도 샤기 리뷰 대바 눕기 리뷰 대바 강기 리뷰 대바 아니 지된레 대바 대바마웨 대바 따바마웨 대바 어다 딩알라디야 아니 가르스고레스나 기준 패진 대발라 파체인도 나 책이요래. 那大众部呢，它本身呢又分为5部。那这个呢，就是在笃威代的这个上师呢，他所做的文集里面呢，就是有讲到说东山和西山、东山和西山以及住雪山，说出世及甲大众分5部。那就是想要说呢，大众部呢，它分为就是住东山部、住西山部、住雪山部、说出世部，还有说甲部。다 되네. 다 되네. 다 좀봐. 아니 그자 라zo 캠보 다진지. 그래서 캠보 다진지니 규베 대바텔라 아니 카르레스나 시탐지 요바마베 대바스 대바 자웨 대바 니바티레. 캠보 다진지니 규베 대바텔라. 那4个根本部派的第2个呢，就是由罗睺罗尊者所传的呢，就是一切有部。다 되네. 다 시군 바당
외송 데 사송 데다 추송 데 망도 고마 로마다 넘버 체 마요 데스 탐제 요버 마와 이 수디 시 탐제 요버 마요 데바달라 시군베 데바세 외송기 데바세 사송기 데세 추송기 데 망도 데 거마르기 데 아니 거마르 로마기 데 아니 넘버 체 데 마요 데스 오다 딜야 아니 디듬부 딜야 아니 카르스나 탐제 요버 마요 데바스 오다 디송고요那在这个跟一切有部呢，就是罗睺罗尊者所传的一切有部呢，还有分为就是根本及迦摄、护地护法部、多闻及弘一，以及分别说是一切有部。那就是分为呢根本部、迦摄部、护地部、护法部、多闻部、弘一部，还有分别说部呢。所以一切有部呢，还有分为7个部派。哦，对的，他这种把cada人呢，就被对吧？对啦。ane papa ne dembe deba asigwa dachomba katayana esonga dachomba katayana ni gyube deba tela ane kharese na papa ne dembe deba as oda digyo ta ne dembe deba tela geje tsene jigje ne geje tsegi ne gi deba jigje ne be jigje ne gi deba ya zula khang chingi deba zula khang chen ne demba zula khang chingi deba sene ne dembe deba tela deba sum那接下来呢，就讲到第4个根本部派呢，就是迦旃延尊者呢所传的上座部。那迦旃延尊者所传的上座部呢，就讲到说祇陀林无畏住世，那住世上座部。那这边就讲到说呢，就是它又分为了就是住祇陀林部、住无畏山部，还有住大士部。哦，对，他等你。Dachomba nyawako, Dachomba papa nyawako ni any gube debatella, mangurwe deba sigure. Chesa mangurwe debatella, ane kazuchigure, sena, sadorida, swapa, sadorigi deba, swape deba, nedembe deba, sene, ane mangurwe debatella, deba sum chene, ta de tamje, ane karresena, di kanga dombeki debatella, ane jetamayo deba, chopge, sene, yonsuta deba, te deji chagwar. Chopge di, 자외기 대바 시들라 안에 파카체인지 안에 대바 접게 책이요. 那根本的第4部派呢，就是由优婆离尊者所传的正量部。那正量部呢，也是分为3个，就是分为基因部、守护部，还有独子部。那也就是说呢，我们一般在讲述到毗婆沙中呢，分为18部呢，就是先把它分为4个根本的宗派，然后这4根本宗派呢，然后再下去区分的话呢，所以总共呢能够分为18个部派。哦，对，但拜呢，老师，当然就他们就做在位대바 시대那边其他说대바说给那边他们。 아니 소소소소게 제수장네 디 규바텔라 아니고 대바시디 소소소소 채와데 디인디 아니 가르스나 아야 대바스 페나 시탐지 요바마웨 대베기 아니 캠보 세나다 레벤텔리아 아니 파파 다진지 센다좀 다진지레서 제자 다진지레 아니 시탐지 요바마웨 대기 아니 시탐지 요바마웨 대베기 아니 아야 마 깨대야 아니 가르스나 삼디다이 깨래요. 그래서 삼디다이 깨. 안다 내가 나시 콩나 봐주고 최근에 남자 배나 남자이나 남자기 자다 콜로샤야다 동샤단다 민자와 연구도와 어다 된데기 자다 샤단에 민자와리 아니 남자기 자다 된조양 아니 민자와 샤기 자기요 말에 那所以就讲述到说呢，这4个根本部派呢，就是他们每一个的，就是我们讲说清教师也好，或是阿舍里好呢，都各自不同。那因为各个教派的清教师还有阿舍里不同的缘故呢，所以他们所传的就是袈裟，就是我们知道说袈裟上面都会有一条一条的那个布嘛，就是我们会称为是几条衣几条衣。那所以每一个 祖师呢，他们所承取的呢，就是袈裟的数量呢，那个上面的那个条幅呢，数量呢也是不同。那同样呢，就是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藏系的那个袈裟上面，他们会贴一块那个贴一个图案，那个图案呢就是表示他们的标记。那每个部派的标记呢也都不一样，有的用莲花，有的用法螺，有的用法轮，就是每一个部派呢就可以从他们
他们上面的那一个标记呢，可以看得出来呢，它到底是属于根本部派，是属于一切有部呢，还是大众部，就是可以从这些呢系别来区分。对，本来根据配件的被看不得了呀，那边看不谈不得，安尼看的是呢，安尼哎呀，大众不会送吃不的，他第一空那么这个给的说差给是呀的嘞，现在空那么家给人查大的，这样没查完的。他看那些蒙古人给台北给看不得了呀，安尼做安尼怕我大众不鸟口，这说怕我鸟口。等那空的那么这个给的啦，那给的下水给是，给的这个要嘛的，他看那些那大的那家的就这个要嘛的，他看那些怕我那点没得别个，安尼也看不得了，怕我嘎达呀那些，安尼给的给他们别给。的，哎呀，给他们别给，那给的这个讲了，那送过来的。我现在남자的大的说，俺妈的门家话说的，他等住做门家话永远的语当推，他语的关系的，大家能信，俺那去推的关系的，俺那那边的，等这个关系，俺那接着嘛，得把说的切把这送过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呢，就是一切有部的4个根本的部派呢。那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罗睺罗尊者所传的一切有部。那它最主要呢，在诵经的时候呢，是以梵语呢来诵经。那大众部呢，是由大迦叶尊者所传。那他们在诵经的时候呢，是以巴利语呢来诵经。那正量部呢，是由优婆罗尊者所传。那他们在诵经的时候呢，是用闭塞遮语呢，然后来诵经。那上座部呢是由迦旃延尊者所传，那他们在诵经的时候呢是用阿婆上下语呢来做诵经，所以他们诵经的语言呢都不一样，然后加上呢他们各自承许袈裟的这个横幅呢，它的那个条幅呢数量呢也不一样，然后呢袈裟上面的标记呢也都不一样。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区别呢？那最主要呢就是因为说他们所处在的地域，还有说像他们的亲教师。各个原因不同的缘故呢，所以才会产生这些比较细微的这些差异。对，他谈到告诉爸爸，我让做中大人了，原本的科技其他毛的，原本其他毛，语言其他毛，现在的语言国的名大把的，本呢我的语言国的名大把的，本呢科技其他毛啊，是的，他我让做本呢谈到的ဂျာမူကရှမီရီစေ多啊，第一原因呢也原本他不去这个多啊，送到了的呢。安尼语嘅其他嘛，谁的，我做多几点，语这的语起码的多几点了，今年多几点呢？把敲打卡了都是去年这档期数据用过的话，现在的这个产呢，安尼谈到我让做中间人了，因为也话的语嘅关系切谈的的。那我们在就是教材里面呢所讲到的呢，是以地域来区分的，所以呢，就是第一个分为就是迦什弥罗的毗婆沙宗，那还有日下毗婆沙宗以及中原毗婆沙宗。那迦什弥罗这个地方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就是克什米尔那附近，所以在克什米尔那附近的毗婆沙宗呢，称之为是迦什弥罗毗婆沙宗。那第三个呢，中原毗婆沙宗呢，中原指的呢就是金刚座，以金刚座呢为中心的缘故呢，所以在金刚座附近的这些毗婆沙宗呢，称之为叫做中原毗婆沙宗。对，本来我让做谈的。गेलों की दमगुन जी और वा सोसो थाबे दमबे की दमगुन दे लया शी थमजे योबा मायो देबे की दमगुन जी ना फेजेन देबे की दमगुन से नी सुंगु योरे ता तेंदे इंदु थांदांग आरांजो लिया फेल योदे की दमगुन जी युंगु दुवा दी दमगुन दी अने कारेसने शी थमजे योबा मायो देबे की दमगुन रे 다 조제도와 조제기 안에 리야 dom균데 소소답에 dom바치 dom바셰하와 조제기 안에 소소 dom베 dom균디 소다기 dom베기 dom균디 폐진데베 dom균레 다 조지 별이야 폐체 태바침보다 깨부충 태바침벽이 남기 남샤드주 안에베 별이야 템바 닥터를 제니 안에베 깨부스 충지체성기 깨부성게 남기 림바 냠솔렌스디 폐 별이야 초 냠솔렌제 폐 버와 폐니 폐 다겹침부시부지 폐 버와
페미지베 페도 첨부 땜바든 로 심제 망부실 쉬우지 페버와 다데네 겐런 조지기 겐롱기 덤규 페젠데베기 덤규디마 빼야기 공바 요하레디 이나디마 빼야라야 아니 갑다 뒤를 빠베 두자데즈기 토라 마바바 체체 아니 카레스는 야 대바니기 덤규 미다와 니요는 초고 쉬우용으로와 어다 텔레데니 아니지 페젠데베 덤준디 아니 다 조지기 토르 공바디 빼바나 신지 여바나 시지 빼 마투바레스 마 어데데치 숭상지 요하레 那就是除了呢，就是讲到说，就是毗婆沙宗的分类之外呢，那我一般知道说，在受比丘戒的时候呢，也有各个不同的部派。那以西藏来说的话呢，藏系的这些法师呢，他们最主要的比丘戒的传承呢，是一切有部的传承。那除此之外呢，除了一切有部的传承之外呢，那我们知道说，像是阿底峡尊者。那阿底峡尊者呢，他本身比丘戒的传承呢，是来自于大众部的传承。那阿底峡尊者他到了西藏以后呢，就是广传就是大乘的这些法教，那同样的呢，也就是广传就是菩提道次第三世道的这些教授，那对藏地呢就是利益非常的大。那就是有一种说法是说，阿底峡尊者他其实到了藏地之后呢，他也是有想要把这个大众部的比丘戒的这个传承呢，也有想要传下去，但是碍于当时就是时间还有各方面的关系的缘故呢，所以没有办法将大众部的这个传承下去。因为阿底峡尊者觉得说呢，现在呢在藏地已经有一切有部的这个比丘戒的传承，那如果说再多一个大众部的传承呢，到时候可能又会造成说两个，就是因为手持的律仪呢有一些些许开设有一些些许不同的缘故，那可能又会产生极大的争议，所以最后呢就是没有让大众部的这个比丘戒呢在藏地能够弘扬。人们谢卡巴奇民度。오라 다 제자마요기 자시 가르레스 라바이나 숨바네 지지르 제자마와 시자 제자마와 가르치네 라바레스나 제자 시즈 치무 세한데 다좀바 녀베기 제바레 제자 시즈 치무기 아니 제소 장네 아니 dum타마기 요바 인자 dum타마기 요바 인자 티찬네 제자마와스 다 다좀바 녀베기 제바레 제단 제담 시주 체명기 제수 장니 아니 둘다마에나 제담 마와스 다디 제다 시주 슬람다 지다 제다 시초 세데 초 갸초기 초다 갸초다 자위 송랍기 되네 첨부 쉬부지 인자 공부자 되네기 송랍기 되든 갸첨부 공부제사기 초다부 인자 디자니 아니 가르에서나 알아서 제다 시초 스님이 다단 지예요 소초 세데 초 이게 지단 지예요 那这边呢，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三个。那第三个呢，就讲述到说，就是词语的解说，也就是从字面上面呢，然后来解释什么叫做毗婆沙宗。那毗婆沙宗呢，就是被称为毗婆沙宗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的宗义呢，主要是遵循着就是大毗婆沙论。那大毗婆沙论呢，是那个一个阿罗汉，好像是优婆居多，那是由优婆居多呢他所造的大毗婆沙论，所以他们主要是依着就是大毗婆沙论呢，然后来作为他们的主张的缘故呢，所以把它称之为叫做毗婆沙宗。那大毗婆沙论里面呢，就是藏文里面叫做写扎歇觉千波，那觉呢还有一个就是像是仓库的意思，那也有的呢是把这个仓库呢，有一种说法是把这个仓库呢替换为臭，臭呢是大海的意思，就比方说它里面所讲述的内容呢，就像大海一样呢，非常的深广。哦，다 되네 양면은 뒤숨 제기 제다도 마웨나 안에 제다 마와스 뒤숨 제기 제다도 마웨나 제다 마와스 예텔라 페나 안에 도데바 타부 있나 안에 데바다 마옴바니 메 시드나 다다와 캡스네 더데베기 데데 숭다지 요알 제다 마와기 뒤숨과 여바 마제 폼바다부지나 폼바 데베 투수야요 폼바 마옴베 투수야요 폼바데 다다에 투수야 제서 주바 인스 오다 디찬이 투숨 제기 제라도 마와 인자 뒤숨과 제서 주바 인스네 마게 여바 인자 투숨 제기 제라도 마와 인자 디찬이 제라 마와 스네 민다단지 요레 숭비요레
那除了说呢，以他的宗义呢，就是遵循着就是优婆觉多尊者所造的大毗婆沙论之外呢，那有另外者把它称为毗婆沙宗，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说他们承许呢，就是三世呢，30应该说30呢，就是过去、未来、现在呢，都是实有，都是直的这种程序。30呢都是直的这种程序呢，所以称之为是毗婆沙宗。那三十呢都是为直呢，就比方说他们程序呢，瓶子呢在过去呢是存在的，瓶子呢在现在也是存在的，瓶子呢在未来也是存在的，所以呢以他们程序30呢都是实有的这种方式呢，然后他们有这种程序的缘故呢，所以把它称之为叫做毗婆沙宗。다들 제자도 뭐나 제자 뭐시 좀 치스 다 다들 이제 아니 시바니 튼주는 뭐 뭐비 칭이 다 당보 가래 칭이 조소와 야와 조소와 아니 자시 조소와 다 제자 마위기 아니 가래스는 유기 두수래 다 유기 두수라 아니 예라서 유기 두수라 가래요래 슬라나 시바니 튼주는 뭐 뭐비 칭이 뭐보 여바 시자는 튼지 슬라래 다 시자라야 따바도 뭐보 니수 남주인은 따바도 뭐보 니수 체당지 요하러와 어다 제자마웨기 대다 menda와기 뭐보 코로나 따베 뭐보다 미다베 뭐보 스니 니체네 된지 능에들라 다치다 따베 뭐보다 미다베 뭐보 니체네 아니 뭐보 코로나야 튼주누바 뭐보 칭이스 튼주누바 뭐비 칭이 샤파디 지다 용다리 다 이나양 뭐보라 따바 뭐보다 미다베 뭐보 니수 체기 뭐비 야와 니수 체 뭐보다 시자도 여바 튼지 송야디 제자마와 믹세리 튼주누바 뭐비 칭이 세디 제자마와네 손데 튼다마와 시가 찍바레 이나양 튼주누바 뭐비 칭이 샤파 찍바레디 뭐보 싱에디 튼주누바 샤파 찍바레디 뭐보라 따베 뭐보다 미다바 니수 체니 아니 시두나 뭐보 이 차 송야디 제자마와 튼다 믹세지레 유기도죠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上面已经讲完了，就是性相，然后呢分类，然后还有从它的字面上来做解释之后呢，那第4个呢，我们看到境的主张。那境的主张里面呢，就讲到说，第一个呢，具有作用者呢是事物的性相，那事物有所知呢，三者是同义的。那这边呢比较特别的地方呢，就是讲到说事物它和有还有所知三者是同义，所以在分类的时候呢，又分为就是常的事物还有无常的事物。那我们一般知道讲到说就是具有作用者呢是事物的性相呢，那这个是从一切有部呢一直到上部中呢全部都承许的。不过呢上部中呢他们是不承许说就是事物呢和有还有所知呢三者是同义的，所以在承许到说事物和有和所知呢这三者同义的呢，就是只有毗婆沙宗之外呢，但是呢在承许说具有作用者是事物的性相这一点呢，那其实是从一切有部到上部中呢全部都是做如是的承许。다 틀리래 다 튼지는 뭐비 칭이 뭐보 여바 시자 된수 강가 튼지래 수고요 다디 튼지래 승이 송연디 디네갑수 삼로당당디 칸데지 요래 슬라바이나 빼나 다 뭐보 여바 시자 튼지 인슬라브레 뭐보 세디 튼지 누바지 고고요나 다 남카 세야 되죠 티 딱바라와 스토마지게 남카세네 남카 세야디 딱바라와 다코 튼지 칸데 누구래 뭐보라와 저 세자 있는 뭐보 인구라 부여래 준다 뭐 세바 있나 공모보 많이 되지 많이 딱바 있나 부여래 다 남카디기 튼지 뭐보 세자 인자 뭐보 인라 부여래 뭐보 있나 디나네 따베 뭐보 샤바래 튼지 누단지 셰고래 다 튼지 칸데 누구래 와다 내가 지워지래 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呢，就是他将一切有部呢把事物还有我有呢还有所知呢，就是这三者呢分类为同义。那又在做区分的时候呢，又分为常的事物和无常的事物。那常的事物呢，就比如说像是无为的虚空。那既然说无为的虚空呢，它是事物的话呢，那就表示说它是具有作用者。那但是这个我们知道说这是一切有部它不共的程序嘛，因为商部中并不承许说虚空呢是具有作用者，因为
就是从经部中以上呢，都承许说虚空呢是不具作用者，不承许说虚空是事物。那这时候就会有提问到说，那一切有部呢，如果把虚空呢承许为是事物的话呢，那它能够具备怎样的作用呢？다 돼. 다 남가 생애디 된지 컨디션 누구래 선데 남가 생애디 동상지로와 가자 토바다 레베기 가sam지 토레 미니기 동상들와 빼는 거 강바다 붙이는 동상지 강바 파전에 수저를 도초구도와 롱 제발라 로와다 원 제발라 它可盖有嘛，是吧？这个中我们那个房间里面呢没有墙，没有墙嘛，那就我们走啊，回来那就可以啊，走不走？那可能就里嘛，主要的厂嘛，盖有嘛，确实盖有嘛，其实东上的第八路的了，头把的人有嘛，头人有为那就中间把它盖了哇。哦，对对，但那个头把的人吧，没被给掐进了呀，安尼南卡是那不要的哇。他的对，安尼对就看的女的是他那不的哇。哦，对的，看的是呢，他说。那所以一般呢，我们在解释到说，就是在解释到虚空的时候呢，虚空我们知道它的意思就是空朗朗的意思嘛，就是无处爱性，称之为是虚空。就比如说一个房间里面呢，它要是没有墙壁做组合的时候，都是空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中间呢，就是走过来走过去，因为没有所谓的遮蔽物，不会有触，然后也没有障碍，就是你无法接触到，也没有障碍，所以你自然而然能够在这空朗朗的空间里面呢行走。所以没有触碍的这个呢是虚空的定义，或是虚空的性象。那这个没有触碍的这个虚空呢，它又具备怎样的作用呢？哦，他对，你看的是他本呢，这个的不起不赢呢，第八路里呀，这个本呢康巴巴路了，东巴赢不赢呢？第八路了，这个只要了，托雷没不赢着，俺们就这个属件线的国界吧了，偏头有，本呢第那个比巴里呀，东上的里呀，属件线的属件线的国界出来，属件线那把了偏头过来，本呢第八路了，东上赢着。第讲了呀，第起码的了，这个呢的，卡里呢，本来这个呢，这个是的我嘛的，啥的东北呢，第讲了这个错了，这个讲了这个讲了错了，第讲是头发的那个圆呢，头的圆呢，属金给嘎着的，属金线给我没接吧，属金线给我嘎了，现在属金线那把当属金线我接吧了，偏头发印着，第一件的南个的给团结，是的，什么的当个。那既然是空朗朗的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那毗婆沙中的承许呢，就承许到说，因为呢，它就是具备这种无处爱性呢，所以它可以帮助其他的东西呢安置在上面。就比如说我们讲说这个房间空的这个房间里面呢，那因为说它是具有虚空的这种特性，无处爱的特性，那因为是无处爱的特性呢，所以我们如果要在中间再筑一道墙的话呢，你可以把砖块呢摆在上面，就是因为它是因为无处爱的这个特性的缘故呢，所以它才能够在上面摆设东西。如果说呢它是有处爱的特性的话呢，我们的砖块呢就不能一个一个往上堆叠，因为是有处爱的嘛。所以他们讲到说，一切有部呢所承许虚空它的作用呢，就是因为它无处爱的这个特性呢，所以它能够帮助其他的事物呢能够安置于其上，所以这个呢就是虚空它的作用。哦，他对，其实他。个人是呢，属金星的国家吧了，偏头被这推进了吧？其实他第一个让其他嘛有一个人家积累掉的，第人家积累的个人是呢，第了点呢，其他嘛被俺让做一个对人能落啦，搞把了每个的每一个一些说啊。其实对人的多的被给路，其实多的被给路了，搞把了每个的每一个一些个样的，其他嘛有一个每个是呢开两个样嘛。가르치는 켈링기어 말에서는 메가 샤바이나 남가타부 메가 있으라 그러 도데베게 메가 이라 그러 도데바니 송데 다 제라마 마도 베셈자바도 우마바다 창마기 남가 싱이데 메가 임바 가자 토레까 참 임바 메가 임바 용자래 좀다마 창마 찍바 되고요 그래서 동이기 배 연에 매네들이 那就是对于说呢，一切有部呢，它承许虚空呢，是有作用呢。除了这一点之外，那还有一个呢比较重要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在学色类学的时候呢，就是在讲到说，会提到无遮还有非遮。那
无遮含非遮里面呢，就是我们一般呢都会把虚空呢，就是从经部中，就是我们在学色类学的时候呢，经部中的见解，那乃至于说经部中以上，无论是经部为师或是中观的，同样的呢，都是承许说虚空呢它是无遮的。但是呢，一切有部呢，它并不承许无遮的存在。因为呢，经部中以上会把虚空承许为是无遮，最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在比喻的空性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拿空性来做比喻，就想说，因为呢虚空是无遮的呢，那如同于此呢，空性呢也是无遮的。但是呢，一切有部呢，它并不承许虚空是无遮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根本就不承许有无遮。哦，对的嘞。本来，呀，他都是杰人不切，让你给做卡的到啊，写作的卡的是呢，东西没干一吧。本来刚才给打没一年的，去给打没一年的，啥中大毛呢？其他毛呢？或者中大毛没干开没来问噻，他多的吧呢？所以一个把都没干开了，你长没给，让给录了，刚才给打没的，去给打没给，那么下子就刚刚。打没没干一把的做学过了，第一呢，他把的东西给到啊的没干一把的做主要的，别人不去给东西给到啊没干一把的做空都是的，半年大月凶了空都不要的，半年大了空都不要的，就说我的弟弟半年大月给吃些，我的人家我的弟能了了呀，安尼没干。因把就做送要的，打来叫啊没把，先来叫啊没把，他先来叫啊没把的，没干因把做送把印章，得了点呢，东西没干因把的，办的单位给写给要的，第一的得了点呢，俺讲过了嘛，中华不全部给东西没干因把的，样的一样的我们胸膛的中国要的，我的嘞。那这个呢，也是宗喀巴大师呢，他最主要的一个见解，就是宗喀巴大师呢，他承许呢，凡是空性呢，必定是无遮，所以无论是呢人无我也好，或是法无我也好，就是说从以宗喀巴大师的论点来说的话呢，无论是从经部中、唯识中，还有呢中观中呢，他们只要是承许有人无我的话呢，无论是人无我或是法无我呢，它呢一定呢要是无遮。那宗喀大师承许说，只要是无我呢，无论是人我或是法无我呢，或是空性，它一定是要无遮。最主要的依据呢，就是来自于月称菩萨。因为月称菩萨呢，他在明句论的智释里面呢，就有讲到说呢，非自身，非他身，然后呢，非是身，然后凑由这个理由呢，然后来承许到凡是无我呢，必定是无遮。所以宗喀巴大师最主要的依据呢，就是依着月称菩萨的论著呢，然后做下这样子的一个程序。哦，对的，东西每个人给背原了没呢？刚才给打面的，去给打面每个人给背原了没呢的，中大毛长面给背原了没呢的，看的是呢，被南卡了土地要的，南卡背的嘞，南卡每个人吧，大家拖的各怎么吧，那些东西写的，大家各怎么给每个去，下国的写的，东西他原了没呢背的，直接给背原了没呢的，南卡的。所以呢，就是宗喀大师呢，在安利，就是无论是人无我也好，或是法无我也好呢，把它安利为无遮呢，最主要的譬喻呢，就是以虚空来做譬喻。因为虚空呢，它是无遮，为什么是无遮呢？因为遮止了触爱的这个呢，遮止触爱的这一分呢，就是所谓的虚空，所以它遮止掉触爱之后，并没有剩下什么，所以由此呢来比喻空性。所以在讲述到说空性里面呢，无论说就是从经部中也好，然后一直到上部中呢，他们最主要所承许的呢是无遮，最主要的一个譬喻呢，就是拿虚空呢来做譬喻。但呢，这样别人不是让你给让说嘛的，看一些呢，都得这样做空度啥的，俺那搞了空度要的，是那么一呢，啊，那说，哎呀，事情给5万把亿呢，事情给多了空度要的，300把亿呢，啊，都得公证了空度要的，东西没干一笔给直接白的了，南瓜过不的，看人是呢，南瓜的了，马上就轻易送下个罗去了呀。滚到先往永住送下个路滚到现在没给，滚到先往永住下的，先往有嘛给别的招啊，先往有嘛的招啊，滚到南卡的，可是滚到南卡没多的招啊。那永住南卡的招啊，是轻易送的，到底工人能力啊，这个人送要的，到底工人能力招一下，旁边同没给的能是这，得了得呢，你现在没给路了，你当然没个一笔直接给做的呀，你没个南卡了别家你送要的。
那就是呢，我们可以知道说，为什么各个宗派呢都会就是以中观宗和唯识宗来说的话呢，都是以虚空来做譬喻。那上部中呢，像是秩序也好，或者说是应成也好呢，它最主要呢就是依着中观的论点呢，然后以虚空来做譬喻。那以唯识宗来说的话呢，就是依着解深密经。那在解深密经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讲到说依他起、片剂值还有缘成时。那解深密经呢，在解释的时候呢，他会说依他起呢，就如同是幻化，以幻化这个譬喻呢来比喻依他起。那片剂值呢，就是以空中花呢来譬喻。那缘成时呢，就是用虚空呢来说譬喻。那因为呢，在解深密经里面呢是这样子解释的缘故呢，所以同样的呢，无所菩萨呢，他就以解深密经然后来作为他的论著的这个基础。所以唯识宗呢，最主要呢，同样也是依着解深密经呢，然后用这个虚空呢，然后来譬喻就是缘成实，也就是他们的空性。다 되리래. 디인도 단다 값을 봐봐. 가르치는 대화 요리에서는 예 단다 빼 샤고야. 디 제자 남카 생애디기 된지 누바 인자 남카 생애디 가자 톡바다 토리 깎아 짬지기 토리 깎아 짬기 땡니 다 가르치고 그랬으나 제자 뭐 마임바 된주기 대시 간대기하고 그랬으나 가자 토리 깎아 짬기 딱 토바다레 깎아 짬 대가랑리야 남카레 마도 델레 셴비기 최신 방기요 말이스고 단다 아야 제라마와기 가자 토바다레 렉바데 깎베 땡니 된지 누바지 팽기도스 어쨌든 디마이나 타코 마인가 인단지 제라마와기 룰라 대세지 깜고기요 대세 깜도다 코 가빠네 레디오르타 마인가다 메가니기 나네 마인가 있나 타치 거기 마인가 인단디 가자 까베 고니 최신 펜당지 삼로다니 마인가지 인 람나 마도 대세 겹사 매바 인자 타코 마인가 인 라메디 가자 토리 까베기 땡니 기 땡니 된지 누버지 팽기요레 디자네 아는 도마지 있는 거데 마인가 인스라고 다 타나 제자마와 마인베 중다마와 대다기 가자 토리 까고 짬레마도 델리셴비 된지 누바 팽요 말이 가인스는 그 된지 누바 코라 말이 딱 바레스 어디다 두스르시게 디지기 지야 맹이기 딱 바드레스 뭐야 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就是刚刚呢所讲述到说，一切有部呢，它在承许事物的时候呢，会讲到说有常的事物，那就是以虚空呢，然后来做例子。所以这边就讲述到说呢，除了一切有部之外呢，就是经部中以上呢，都是承许说虚空呢，就是它的性相呢，就是遮止了为处爱的这一分呢，那就是虚空。所以遮止掉处爱之后呢，它并不会引申于意。它不会引申牵连，它不会有其他的意识呢引申出来，所以呢，它是无遮。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就是遮止了处爱这一分之后呢，就是虚空之外，它没有办法引申其他的意识。那不过呢，以一切有部来说的话呢，它无法这样子去做程序，因为呢，它把虚空呢安立为是非遮。为什么是非遮呢？因为它在遮止了处爱之后呢，它还要引申出就是虚空它是具有作用的，它的作用呢就是能够让其余的事物呢能够安立在其上，所以它除了遮止了处爱这一分之后呢，又引申于意，所以一切有部呢，它只能将虚空呢安立为是非遮，无法安立成无遮。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上部中呢就会讲到说呢，就是虚空呢，它本身呢，除了遮止掉了处爱这一分之后呢，它就是一个常法，它不会引申于意，它没有办法再具有其他的作用，它没有刹那坏灭的这种特性，所以虚空呢，它并非是具作用者。那这个呢，是经部中以上呢所承许的。哦呀，다 되네. 다 되네. 야, 최단 뒤인데 다 단단한 저 값을 봐봐 가르에서나 최단 도마지기 남카티 야, 다 답에 뭐보다 미답에 뭐보니래 답에 뭐보니 도마지기 다 내가 뭐보라 얘는 답에 뭐보다 미답에 뭐보니 시에서아 다 답에 뭐보 가르에서나 도마지기 남카티샤 되네 소소 땅고 소소 땅이기 고봐 아 따고 슬라소아 다 도마지기 두제다 도마지 니 송바래 단 두제다 도마지 니기 나네 다
duje da dumaji ni gi songpare sheja la duje da dumaji ni songpare wa dinashi duje la duje da dumaji ni songpa yindu tanda ti nanglo la takpe ngobo la dumaji gi namka soso tango soso tangmi gi koba songsonga takpe ngobo sudu dumaji silabgi yore ya tende labgi yo mare kare sena pena dumda oma la yinba yina ngobo duje cheba oda mitaba dinso kanga dunchi rewa lu dile ya duje de yang rangjare duje se de yang dumda ma sheba de chikbar ngobo se ming ta da de kagare ma do duje de dumaji jodan de yang chikbar de uchire duje de dumaji ki jodan chikwa imba kanjila dumaji ki jodan se korwa duje de dumaji pena duje se de ane ya ngobo se chikla dumaji se de la ane takpa se chikla di imba di jodan chikbar 이나 ngo보세디 아니 ngo보이나 아니 저 뒤제 비캬바디 민도와 어다들이 뒤제 비캬바 민도와 어다 된대지래 다디나네 두만지에들야 숨샤기요 제다마일루라 남카 두마지게 남카 소소땅고 소소따미기고바 다 따베 ngo보들라 두마지게 남카 소소땅고 소소따미기고바 숨샤서 어다 찍바래 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呢，就是将一切有部呢，它的事物呢，还有它的所知呢，在区分的话呢，就可以分为就是常的事物，还有无常的事物。那这边呢，就是需要注意一点呢，虽然说他们呢是安立了常的事物，还有无常的事物，但是呢，后面有讲到说，其中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常的事物呢，他们安立的时候呢，又安立上是无为的虚空，然后呢，觉则灭和非觉则灭等等。那这边呢，又讲到说无为的虚空，那就讲到说又是比方说有无为的虚空，那就表示有为法。那在经部宗以上呢，我们承取像是有为法，然后呢所作性、无常、事物这些呢是同义的。那所以呢，在讲述到这边的时候呢，又会跟一切有部呢有一个区别，因为呢一切有部呢，它除了把事物区隔出来之后呢，那其他像是就是有为性和无为性呢，那有为跟无为的安立方式呢，那也是跟经部宗是一样的，或者说常和无常的安立方式呢，也是和上部宗是一样的。那唯一有差别的呢，就是事物和非事物里面呢，它安立的不一样，因为它承许说呢，一切的有法呢都是事物，所以这一点呢就是特别不同的地方。那至于其他像是有为无为，或者说以身无身，或者说常无常等等的，那这些是跟上部宗的安立呢是一样的。那这边就讲到说呢，常的事物呢，还有可以分为就是无为的虚空、则灭，还有像是非则灭等等。那无常的事物呢，又可以分为就是以身所作性、无常等等。哦，对。다 두마지기 남가라 소소 두마지기 남가 세나하 고고로와 가자 토레까 까베기 아니 데데 동상직도와 데데기 동상직려야 아니 남카 슬랍기요데 다 소소 땅고 세드 간주 최군조 거의 갈라다 कोई法里面呢那个灭地的道地灭地的话我觉得说当过谁的可能是灭地的一样的这个那讲到第一个呢，就是无为的虚空。那无为虚空呢，就是我们讲到说，就是大家都很容易的了解，就是说遮止了处外这个空朗朗的这一分呢，就是所谓无为的虚空。那觉则灭，什么是觉则灭呢？觉则灭就是我们在讲到法宝的时候，法宝呢有讲到灭地，那灭地呢和觉则灭二者呢是一样的。오케이. 들라 소소로 땅고 스도 카르레스나 미 뎀바시실라 소소 또베 셰랍기 소소 똑바스 디 똑바 소소 딱베 고바스 딱바 따지치 뎀바시부 소소라 딱베기 소소 쩨베 셰랍기 딱베 셰랍기 톱기 토바 인장 토베 고바 인장 디차니 고덴 소소 땅고 스고레 那为什么叫做觉则灭呢？觉则灭的意思呢，就是说对于事谛呢，我们透由智慧觉则之后呢，然后所获得的这个灭谛，所以叫做觉则灭。透由觉则事谛的智慧之后呢，然后所证得的这个灭谛呢，称之为叫做觉则灭。我的说说当过，我的说说当面给过吧，接着说说当过，说说当面给过吧，谁的？语言马上为
아니 소소 땅고 세야디 파발라 마시 요마레 레송아 소소 땅고 세야디 파발라 마시 요마레 소소 땅맹기 고바스데 귀게 마상웨 톱기 리시 귀게 마상웨 겐기 리시 미케웨 차지도와 델라 소소 땅고 스고什么叫人事的抢子呢？ 리시 미케웨 차 내가 게 마토베 차지 요르와 빼나 네귤라 켜랑규기 셰바디 네귤라 빼나 년다이규기 셰바디 네귤라 셰 네규기 네귤라 깨요르스네 깨요 말 가리지니 깨요 말스네 규게 년다기 규기 셰바디 네귤라 깨와라 규게 마상웨 톱기 깨토고요 말 제가 규게 마상웨 톱기 년다이규기 셰바디 네귤라 깨무트베기 차치글라 아니 가르라고 여르스나 소소 땅미기 고바라고 소소 땅미기 고바스도 라마슈다 강사 탐제교를 샤초이야 那这边呢，就讲到说，第一个呢就是绝舌灭。那绝舌灭呢，这个灭地呢，就是唯有圣者的心绪里面呢才会有的。那第二个呢，讲到非绝舌灭。那非绝舌灭呢，就讲到说，就是因缘呢不成熟的缘故呢，所以暂时无法升起的这个呢，称之为叫做非绝舌灭。什么叫做因缘不具足，所以暂时无法升起的呢？就比如说呢，我心绪里面的这个。我的心绪呢，我心绪之中的了知呢，是无法在比如说在人切心绪当中升起。为什么呢？因为人切心绪当中呢，并不具备能够升起我心绪的这一种因缘的缘故，所以呢，这个呢就叫做非觉者灭。那这个非觉者灭呢，就是不仅限于圣者，乃至于说像是凡夫啊、未入道的有情呢，心绪之中呢，都可以有非觉者灭。但那说当过的不记呢？俺不记你说你这的不记呢？所知章是吧？所知章，你所知章细致是吧？你看如果他谈到的里面啊烦恼障，你烦恼障了，你说当过去拖把赢呢？你烦恼障了，说当过拖不赢呢？你过了，你引起米记一定断除，引起米记断除结果是吧？现在你认了，说当过托巴了，你认了，说当过托巴了，你认的年把的帮助呀。他你年代个写不的啦，当面个过把托巴了，引起面积年代个写不的你个了，你早晚你帮不给家里是马的，你个了给马托巴的，就给你出往个，你个了给马托巴的个人。你年代个写不的，你个了给马托巴恰起有啊，因着你年代个写不的了，说当面个过把 top 死了个，可是你年代个写不的，你个了个马上会做个，个马上会做个，你个了没给恰起有啊的。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呢，就比如说，心绪之中的觉舌灭。当我要升起呢心绪里面的觉舌灭的时候呢，那我一定要断除了烦恼障之后呢，唯有断除我心绪当中的烦恼障之后，我才能够升起这个觉舌灭。但是呢，如果是非觉舌灭的话呢，就比如说，融切的心绪当中呢，能够升起一个断除我心绪里面的这个了知的。非觉者灭，为什么呢？因为人界心绪里面呢，并没有办法升起我心绪当中的了知。为什么没有办法升起我心绪当中的了知呢？因为就是不具备因缘升起我心绪了知的缘故呢，所以人界呢，它就具备了断除我心绪了知的非觉者灭。第一的，说当过的，说给当面给过半年了，过半个也要下人的，这些日给过年也要下个月。看一些呢，说当面给过半的，过半轻一把自己要买的，过半轻一把买的。这说da tire ya pena nga ke jam ni ni nge gyula so tami go ba yore nga da gyutha de be kansa gyula sheba de da nge gyula mi ke we chaji yor wa nga ke jam ni ni thop de ba da wjire da tende so tami go ba se de go ba chini ba mare go be yaware ta de ta be dumaji ge nang ga da so tango da so tami go ba de chirama ge lula dumaji na sumya de so lebe inge ge zo zawa na dumaji sum ma do sum ya mare。那这边呢，就讲述到说，就是觉舌灭和非觉舌灭呢，当我们在讲述到就是灭地的分类的时候呢，会讲到说觉舌灭还有非觉舌灭。那非觉舌灭呢，它是属于能
能全身之门的分类。为什么是能全身之门的分类呢？因为它并不是真正的灭地，因为真正的灭地呢，就是要像是烦恼障，它永久呢在我断除之后，永久不会在我心里面升起。所以呢，非觉则灭呢，它并不是真正的灭地，因为呢，我出生的时候呢，我就具备了这种非觉则灭，因为我一出生呢，我就具备了他有情心绪无法在我心绪中升起的这种觉则灭，因为其他有情的心绪不可能有因缘在我心里面升起嘛，所以呢，我一出生就具备了这种非觉则灭，所以呢，这边就讲述到说则灭、觉则灭以及非觉则灭两者呢，在灭地的分类里面呢，是属于就是生权之门的分类，因为呢，非觉则灭呢，并不是真正的灭地。那这边呢，就讲述到说，就是常的事物呢，就是分为三种，就是无为法呢，在一切有部无为法呢，分为三种。那这个最主要呢，是依着世亲菩萨的俱舍论里面，那分为三种呢，也就是这里所讲述的三种，也就是就只有分为无为的虚空、则灭还有非则灭呢这三种。다 되래. 다 시자마요 야 시자마요 길룰라 아니 도마제는 솜솜바래 다 데려야 저바 망보여 다 뒤주 저바 뒤주 되는 셰데네 데데제레와 어테레 다 지치단 저 시자마요 길룰라 미샴바다 민다와기 가르 샴바이나 봄베 도바다 까웨 도바다 찍다 타데다 셰자다 뒤주 강가 도마지 안 도마지 이 랍기르와 딱바 마르 가자 오보 마르와 오보 마인자 딱바 인디고 도마지 랍고 케기르와 안 딱바 도마지 랍고레 타이네 데이터베이스 만조야 제다마이글루라 게제시기 요마레 딘디지 양코 딱바 인다 마이 페나 품베 똑바 딱바 인 랍고도와 디 딱바 레다 마레 셰자 딱바 레다 마레 어다 딘디 게제시스나 아니 한디 도마지 레다 마레 소로와 딱바 레디오라 도마지 레다 마레 시에디 타 자바체사치 자바체사치 레데那虽然说一切有部呢，它是安立到就是无为呢，就是分为三种，就是无为的虚空、则灭、觉则灭呢，还有非觉则灭呢这三者，然后其他呢都没有安立。但是呢，这个对于说上部中来说呢，就是或者说我们一般在辩论的时候呢，会有比较多的一些问题，因为呢，像是以上部中来说，就是经部中以上呢，我们会承许到说呢，就像是一还有义，然后还有像是平质的繁体这一些呢，它还有像是所知等等的这些全部呢都是属于无为。但是一切有部呢，它如果将无为呢，就是只有分为呢无为的虚空、则灭还有非则灭这些的话呢，那同样的，我们如果拿上部中所立的这些例子来对一切有部辩论的话呢，其实会有蛮多的问题，像是如果辩说像是平质的繁体呢，它是否是无为呢？因为他承许说无为只有三者，他承许说平质的繁体是常法，但是无为呢，他们一切有部承许的无为就只有三种，就是无为的虚空、觉则灭和非觉则灭这三者。所以呢，他承许说平质的繁体是常法，那对于一切有部来说呢，平质的繁体它是常法，那它为什么不是无为呢？那这个在辩论在回答之上呢，就是蛮困难的。다 되래. 다 되네 맞아 다 사탕이 라바나시 남과디기 수지 아니 딱바레데 된지 누구도 가르에서는 수쟁기 아니 생기 고제발라 된지 누구도 슬랍소아 다 되나시 소소 땅고디게 된지 누바인 라고라 다 모보인 라고라 와 모보인 랍차로 다 소소 땅고기 된지 누단 가르에서는 아니 방자 아야 아니 디바 아니 아야 어느 고발라 아니 된지 누구요레스 빵와라 방자 디바 빵와라야 아니 깨발라야 깨미주고 쳐발라 펜토고요 인자 깨미주고 깨치기요자 아니 디찬에 소소 땅고데 된지 뉴스 걸 소소 땅밍이 고바데 된지 뉴스에디 페나 규타데베 간사기 규기 샤바테남 아니 규기 깨 마차미 깨기 톱기 아니 깨 마주발라 펜토바레스 깨 마투발라 미게와라 펜토바레스 디찬이 아니 소소 땅고데 된지 누바 인스 다 된지 누단지 되시지 까부고야라 마제는 되기요 말에那同样的呢，就是讲到说，像是无为一切有部呢，把无为的虚空、觉则灭还有非觉则灭呢，三者呢安立是无为。那它又是无为，那同样呢也承许它是事物。那刚才你解释到说，无为虚空呢它是事物的话呢，那它具备怎样的作用？那同样的呢，那我们要解释到说，那像是觉则灭呢，它又具备怎样的作用呢？那这边呢就讲述到说，觉则灭呢，它所具备的作用呢，就是它能够
他有具备了遮止所断，然后呢，避免这些障碍，就是像是烦恼障所知上呢再升起的这个能力呢，这个是折灭的作用。那非觉折灭的作用呢，就是避免呢他有情呢。不是在自己的心绪呢升起他有情的这个心绪呢，是属于非觉折灭的这个作用。因为呢，你既然承许说它是事物的话，你就承许说它是具有作用者，所以你就一定呢，非得把它的觉折灭和非觉折灭的作用呢给安立出来。다 테리. 다 미다베 ngobo 세디 깨바 제바 미다바 따보르도 기겐라 때니 깨바당 제바다 미다바 끼지끼지기 지비 미다바. 어다 된수 도단 찍고 지견을 준다마. 대다불라 아니 라서 따베 ngo보다 미다베 ngo보 세다 미다베 ngo보 세디 디스기요래. 那接下来呢，就是无常的事物呢，那同样呢。这个就比较好理解，就跟上部中一样，就是可以分为像是以身啊、所作性啊、无常，那这些方面的案例呢，就和上部中的案例是一样的。어떠지? 당이 투제디 심로도 다이네 까마 카시지 디간을对，今天我有那个参加法会，所以就现在等一下我去啊，所以就你去啊，你去当的，这样子，大家好过不远呢。那人们其实就是等下要去参加法会的缘故，那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对于今天的问题呢，就是有疑惑的话呢，那就是开放2个问题呢，让大家可以问。赶快。冷不切，请问一下，就是那个，比方说，有部它承许无谓的虚空，因为它是空朗朗的，可以就是安置一些什么物体啊、事物。那这样的话，它是不是对于上部中来说，其实因为它是空朗朗的，可以安置一些事物或者物体，那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空间。那它是不是就是一个有为法而且就是那这个有为法的话，就有时候说它是有为法嘛，有为法说那空间是有为法。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又可比说，因为这个空间它有时候就是它没有刹那性的变化，又可以说它是一个暂时的常法，可以这样说。空气单大的单南卡的相对单我说南军的把东所大着的高的有大因为把东开始那空地大写上嘛松阳南新大地看了加拉当的就下秋比有是因为等的老板那的主打工嘛大家人去人里面呐因为给的的把东的去人摆那因为空对接差异嘛的没事开始那空给女把机有的啊对其实南卡空的对接给恰机约吧当因为那个给大把因被恰机约吧等这下秋比的没事다 좀다마 소소게 대단치기라와 단다디 남카시에디 아니 파르동 다고 수진신게 고제벌 차네 아니 고제베 차네 아니 고제베 차네 아니 고 남카샤이 된지 누발 차나 좀다마 셴바튼줄레 디샤마초에 균제민두라고 야와라 배치딘자 다디라와 있나 샴바딘주기 가자 토레 까바 짬 슬랍기어레스 토바다 레바 까바 짬 칠랍기어레 마도 동상 디게제 시기 요마레스 가자 토바다 레바 까바 짬 대가나 랍기어레스 치라마에 가자 토레 까바 짬 마레 디 땡니 된지 뉴베기 차지 요아레 동상기 차지 샤요레스 랍거레스 좀다 고마딘주기 동상기 차자 마레 가자 토레 까바 토바다 레바 까바 짬 매바 대가랑라 아니 남가스 랍거레스 어디다 수진식이 고치기를 했으나 고체발 펜토그를 했대 펜토모도스나 디 펜토고 요 말이스 펜토바 식 말이스 디 펜토지 아주 펜토지 귀 칭이세데 어디 펜토바 식이 요 말이스 那在这边呢最主要就是说各个
各个宗义呢，它所承许的不同的地方。那这边呢，就讲到说一切有部呢，为什么说一切有部它可以承许到说虚空呢？它好像又具备了，就是我们比如说你讲述的空间也好，好像它在之上呢，可以再安立其他的事物。那这个呢是具备了就是虚空的这个作用。那这边就讲说，这最主要呢就是下部中呢和上部中呢在承许虚空的定义呢不同的地方。因为呢在上部中就是从经部以上呢，它是承许虚空的定义呢就是仅为遮止触碍的这一分，就是遮止掉触碍这一分之后呢就没有其他的，这个是虚空的特性，所以它折止之料没有其他的作用，并不像是说一切有部呢，它在承许说哦，虚空它除了有这个不具触碍相之外呢，那它还可以在上面就是安立一些其他的东西。那这个呢是一切有部它不共的承许，所以上部中呢并不承许这一点，因为上部中呢它加了一个仅字，就是为去除了触碍相，就是只有除掉触碍掉这一分呢是属于虚空的作用之外，除掉这一分之外，它没有在任何安立具备任何的作用，所以这最主要呢就是属于就是每一个部派呢，每一个宗义，它在安立的时候呢，安立定义呢会有不同的安立方式，所以并不能够把一切有部所安立的虚空呢，然后拿到上部中呢说哦，上部中是不是也可以做如是的程序？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两派呢在程序作用的时，在程序性相的时候呢，就是完全不同的程序方式。这个卡列斯呢，还有这个卡列斯呢，所知的为基本呢。本呢现在的为基本呢，偏多把咱本呢东上的门呢，按那个属金线插图嘛的，第一下呢偏多把是哪个人呢？按那个就现在的就刚刚呀，按那第对接人，按那拉开始过来，他团结努巴人是拉过来吧？看一些的现在门呢，大把都我不怎么想啥来个嘛了吧？来个嘛了吧？现在有把了带领俺就对接的，他妈就来军队来说吧，在他们这那么下，等把你给那么下，就是他们下个月了吧？你现在的人对接意思，那国家给，俺开始过来，大部分我对接意思，那国家给呀，差个多，偏多些的，这个你把的啦，谈到开始是呢，那个东山的对接嘛意思呀的，看偏个先偏多嘛，都给在怎么样吧？对接呢，库兰语言了，带你给过样，那个东山的个库兰语言开始是呢，先要嘛。那除了上述所说的话呢，就是如果我们只是把说，因为呢虚空呢它具备不触碍的这个特性，那因为它没有触碍呢，然后上面又能够安立东西呢，就表示说它是有作用的话呢，那如果说你用同样的理路拿到经部中来说的话呢，经部中的话也不会承许啊，因为所知除了呢就是你因为所知，你只把它，因为我们讲说虚空，它就是去除掉触碍这一份叫做虚空嘛。那你要安立它有作用的时候，你说哦，它去掉了就是触碍相之后呢，又能够再放东西，这个是属于它的作用。那如果你以上部中理路来看的话呢，这根本就行不通。因为以所知来说呢，你如果说遮止掉所知之后呢，那所有的有常法无常法也全部都遮止掉了，所以你在安立所知的同时呢，那安立所知又同时具备了能够安立常无常的这些作用，那这样所知它也变成有作用者。那以上部这样来说的话呢，它不可能承许所知是事物嘛，因为所知本身是常法，所以这个呢是第二个过失。那第三个呢，就是讲到说呢，虚空它本身呢，我们是承许说它是无为的虚空，它既然是无为的虚空的话呢，那它就一定不会是透由因缘所生。但是呢，以上部中来说的话呢，就是因缘所生的东西呢叫做事物，所以这两者就是因为根本承许是完全不同的缘故呢，所以不能因为说哦下部中好像这样子承许，下部中好像一切有部好像这样子承许，那把这个理由呢拿到上部中看能不能成立，就是因为根本承许不同的缘故呢，所以上部中是完全不会做这样子的承许的。对。那请问你的第二个问题呢？你打进来要的写章嘛话的那对顺结束对出的你主他公嘛的看这个的那些좀 더 고마대죠 이나 뒤숨 품바데 품바 대베 뒤수 요라고 말이 품바데 품바 마음베 뒤수 요라고 말이 품바데 품바 다다요 뒤수마도 요라고 말와
pena ngaran zo phumba de chabe jelia phumba gas be ne ka zo phumba yes la gu mare debe tu zo phumba debe tu zo ye la gu mare maom be tu zo ye la gu mare tata ye tu zo ma to ye la gu marwa o the ta di ga dan di je da 下次未来。那这边就是说，想请问仁波切呢，就是毗婆沙宗主张的三世实有呢，那被上部宗呢，就是做哪一些驳斥？那这边呢，就是以第一个呢，就是一切有部呢，他承许到说瓶子呢，在过去是存在的，现在也是存在，未来也是存在的。但是上部宗呢，并不承许这个，就是瓶子呢，它只存在于现在。过去的瓶子不存在，未来的瓶子呢也不存在，因为当瓶子破掉的时候呢，瓶子自然而然就不存在了，所以过去的瓶子不存在。那未来的瓶子根本就还没有做出来，所以未来的瓶子呢也不存在。那至于说这一部分呢，就是不用着急，因为之后的内容呢，就是会继续的来做解释。还有室内学里面呢，音6个音嘛，就6音。对不对？6个音YouTube 要了 YouTube 给拿落了，天气就会当，俺充电给就是的，俺看的是那原来同样下个要了，现在就是这部下个要了，现在嘛面前等于刚刚原来同样开零个要嘛。那同样的呢，我们在讲述到就是大因果的时候呢，那大因果的时候会讲到具生缘和具生因。那具生缘和具生因的时候呢，讲说具生缘和具生因是同时存在的。那会同时承许因果同时存在的呢，也只有一切有部而已。因为上部中呢是完全不承许因果是同时存在的。那还是怎样get出去的啊？空气对顺这数对出的，那主他恐怕该呀给龙的内有的别是，熊的时候有的别是。但是这就是这是这个가야 되죠. 숑 샘자바기 숑다 오마베 숑 되죠. 나나 튕겨라 봐. 배나 봄바 봄베 되죠. 매바다 되죠. 두지기 릭바다 롱 망부 두지기 릭바다 롱 되래 망부有조 초그래. 那就是说，就是在这一些就是三世实有呢被上部中的哪些论点驳斥呢？那这个呢，就是无论说你在唯识中的论点，或者说中观中的论点里面呢，他们都有非常的理路以及呢经典的依据呢在做驳斥。以最简单的来说呢，就是透由承许呢，就是因果不同时存在的这个理路呢，它就可以做很多的破斥了。呀，老师。哦呀，谢谢。那时间到了吧，对不对？当然节身上嘛的，俺年代估计我的从小呢，当然就我们家的这种我几率是不太少了噻。那人们就说他快要迟到了，所以我们就一起回向。那愿我们今天呢，所有听闻的功德呢，回向世尊的圣教能够长久住世。那特别是三界坊尊化大师的圣教能够长久住世，源远流长。那也回向尊者，还有一切和我们具法营的上师呢，能够法体安康、长久住世，他们的心愿能够早日成办。同样的说，一切持教大圣之士呢，也希望他们法体安康、长久住世，他们的心愿能够早日成办。那除此之外呢，对社会有贡献的这些人呢，无论说是佛教徒还是非佛教徒，那他是有宗教信仰的还是没有宗教信仰的，那我们都祈愿他们能够长寿无病，他们的所愿也能够快速的成办。那也祈愿一切的国土呢，没有任何的战乱和歧义，那特别是新冠肺炎呢，能够早日洗除。那总之呢，将我们三世所及的一切善根呢，回向给一切的有情，愿一切有情呢，都能够早日成就佛果位。勇猛文殊如实了诸法，大恨普贤菩萨亦如是，未能随从彼等精进学，我将此等善根皆回向。三世一切善事圣者众所作任何殊胜诸回向，我愿将此一切众善根未行普贤善行皆回向。所有礼赞供养佛如来，请佛久住世间转法轮，随喜忏悔等诸妙善根回向一切众生及佛道，愿此
学领环绕国土中，一切利益安乐跟远处。观音自在颠经角受尊列住坚住此事闪有尽。至今显密教法册，善持为生顶上言，智慧离障事业愿，众生导师愿久住。希愿至尊上师及长寿，尽善事业广传十方界。贤惠教法明灯十三谛，消除有情黑暗长暗住。总是愿令善世皆欢喜，并以获得佛意之广闻。如来圣教辟扬于十方，修行所作妙善皆究竟。吉祥上师愿长寿，偏虚空界生善乐，知他井水而济之，快速成就佛果地。父母有情具安乐，一切恶趣何时空？菩萨任职住何处？彼等心愿皆成办，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无诸世间，尽除众生苦。阿弥陀佛，不见了。谢谢仁波切，大家谢谢。谢谢仁波切，谢谢仁波切。